好像是锣鼓过庄，腿部过庄的话7分钟，那就有点长了，没电了。没注意到，拍了只有2分多钟。啊？啊，在拉土那个地方。很久没看到那个叫黑牛的。黑牛啊？啊？要问曲真才知道，他也来上班了嘛？不是他男朋友吗？啊，他是医生的嘛？我的意思好久没来了。哎，他没来了吧？调开了，没在成都啊？不会吧？就没仔细问他。是啥医生嘛？反正是正式医生，他是护士。他是护士吗？对啊，他那个是医生。
来问一下呢。确实好久没看到啊，哎，就是很久没看到他了，至少有几个月了吧？就是他好像也没发动态那些了，我估计好得问一下他呢，问一下，我去问他一下，搞忘了真的。对，那个真的他特久都没看到了，问一下去真的，那咋回事儿？不会掉的成都了吗？不会吧？哦，我的狗狗在武警在帮我抱狗狗，他来直播。谁说的？谁要付费啊？哪个地方谣传的？你是说那边嘛？青阳宫那边给钱，这边不收钱的，都是不可能收钱的。跳舞的啊，来了那吗？准备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还有，他来了吗？没有，他没打电话呢，差不多了吧？应该要来了，应该要来了。啊，这个深红色衣服那个，深红色，深红色比较高。最后面那个嘛？不是的，这个红色的红衣服那个。就是那个是前面那个是取证嘛？取证后前面那个是雍正。雍正，哎，我有点弄不清哦，雍正。哎，对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我找那个。等一下我喊那个谁打朗卡来。哦，这，来吧，这。要送我车吗？哎，送吧。棒棒，苏先生应该看得到啊。太多了，我要跟朗卡说一下，他也要拍那些。哎，朗卡呢？你拍了吗？拍了，好。等几分钟就要来，等几分钟就要来。都在那学。他们在学摄影，对，不可能付费的是，也不可能，也不缺这点钱，是吧？这儿来了，这儿来了。嘿嘿，你别。
不知道这个是曲珍和那个巴糖温博，还有拉错的3个人的，啊，行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好行。有可能我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这是啥呢？这个也是，这是刚新发布的年历。哦，可以哦。现在是新的，最刚出来的，对这个。哎呦，这是谁哟？好，等一下，救命！来给我吧。OK， 好了，这吴京在包 QQ， 是哪个了？这个是那个137。啊，拉错了，他不知道。在前面，跟我来，拉错了。他也不知道。拉错了。啊，那边，这。这个，对。来，给你的，对。他不知道，没有跟拉错说，因为他每天都要来，我没有跟他说。我没跟你说，因为我知道你每天都要来。啊？我没跟你说，我也晓得你要来的每天。啊，谢谢。没事，不客气。明天晚上还有。还没有，马上来了，已经送来了。哪个地方？应该是曲珍和那个温博的。这边。是那个。是拿来没得名字的2份。哦，就这边，就那个跟那个，想跟那个前面那个，等一下，叫那个曲珍的。曲珍。哎。是哪个？我有时叫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在不在哦。好像哪个？曲珍好像不在，等一下。你找哪个呀？曲珍。哎，等一下啊。8堂曲珍，好像。哦，出来了，来这边。他刚刚跑后面去了。绿衣服的，就这个。昨天过生日那个。对，过生日那个。帅哥后头。哦，不是，就绿衣服的。就是帅哥后面那个嘛。哎，对。好像是8堂的曲珍是啊。8堂曲珍，对，绿色的绿衣服。全紫色的。这次应该不会，给你把那个棒棒糖的，不是泡泡糖抢了。
点吵。还有啊，是曲震吗？对啊，还有个木啊，后面那个。太吵了，不然。最后一个了啊。扎西。像那个这个是满天星，这个花可以花很久。对，紫色的，紫色那个后面八通木。这是美国网友纯祥送的，昨天晚上。然后今天又送了，加了一点，然后买鲜花零食。其实你不用说我也要买啊。那进来的就等一下嘛。哎，对。出来的。哈哈。本来我想的也是，就是说你送的话，肯定我要配上那个，因为要给曲珍要买那个礼品那些吧。就送鲜花，我觉得还是补一点。刚刚上午他又赞助了那个，然后我就给他买的比较多，零食那些买的比较多，全是坚果啊那些，还有他喜欢的加班的时候的那个三养火鸡面。可以讲前面那个八堂曲珍知道吧？走这边那个等一下吧，这边等一下，他马上走过来了，马上过来了。哪一个的来？紫色衣服，他跟那个花的颜色差不多，就是刚刚曲珍绿后面那个比较高的那个，曲珍后面那个比较高的那个，对，对。这边，对，绿衣服后面那个，对，去吧，现在送也可以，他马上都放得很快，走吧，去吧。对，昨天晚上那个是。颜色跟他衣服的颜色差不多，粉色的，粉色。哎，跑到那边来了，他们两个在一起了。对，没有了，4个。他们都是护士，都是专业的。然后八堂曲珍是在医院当翻译，然后他的声音最大，他的声音，怎么说呢？在跳舞的时候他表现不出来，然后在医院里面他声音很大，然后当翻译，然后他们那个值班的那些都要跟他翻白眼那种。曲珍好像也是，曲珍的话，他这次到兴隆那边
去叫他讲话嘛，他总结了一下，然后他一上去就说不出来话，他说的，当时搞得好难堪那是。他骂人没事儿，骂人有一套，就是上去就是发表一下那些看法呀，或者是发表一些言论呢，他就不行，他一下就反应不过来那种。走马处跑多快！你们看3个哪个高嘛？雍正、走马处和巴通博啊，他们3个都是1.7米以上。还有个英卓也是比较高，他们4个也一般是他们4个吧，3个都一般都在一起玩。特别是走马处和英卓还有雍正，因为巴通博和那个曲珍嘛在上班嘛一起。王清把头发剪短了。老板那个摸你。对，因为看病人比较多，全部藏族，很多是农村的那种藏族，不懂，然后巴通博就当翻译嘛。今天吴江波还没来呢，吴江波说吃了饭再来，9点多，他吃了饭过来都9点10多分了。哎，哇，9点20都没来哦。单少爷，400块钱。现在应该放那曲专场。曲珍有时间说些东北话，说四川话就是川普。
等一下哈，有点咳嗽。